你有冇試過咁樣？明明已經戒咗糖水、戒咗炸嘢，餐餐計卡路里，仲逼自己去健身房操練，但塊磅個數字就好似生咗根咁，喐都唔喐。又或者你身邊嗰個朋友，明明食嘢比你多，坐一日冷氣房，乜運動都唔做，個身形反而比你 fit。如果你聽咗一世人食少啲、喐多啲呢句金句，然後照做，最後發現越減越肥，越肥越餓，意志力全部崩潰。我今日想同你講一句好殘忍嘅說話：你唔係唔夠自律，唔係唔夠努力，係你由頭到尾都俾人呃咗。呢個騙局唔係一兩年，係足足呃咗幾代人，令幾億人一世人打緊一場根本贏唔到嘅仗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嘅呢本書，會將你腦入面所有關於減肥、關於肥胖、關於卡路里嘅認知，徹底打散重組。呢本書叫做《肥胖大解密》，英文原名叫做《The Obesity Code》。作者係加拿大嘅腎科醫生 Jason Fung， 佢係多倫多深度營養管理計劃嘅負責人，長年幫二型糖尿病同肥胖症病人做治療。佢寫呢本書係因為佢喺日常臨床入面發現咗一個令佢震驚嘅現象，佢啲糖尿病人每次一開始打胰島素，體重就一路飆升，冇一個例外。呢個發現係一條導火線，令佢開始重新諗一個問題：如果肥胖真係食多咗嘅問題，咁點解一種同食嘢多少冇直接關係嘅荷爾蒙會直接令人變肥？答案可能會顛覆你以前信嘅每一件事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拆呢個困住幾代人嘅騙局。第一部分，一個影響全世界嘅醫學謊言。首先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：你係唔係都聽過肥胖係因為食得多、喐得少？呢句嘢係咁堅硬、咁理所當然，硬到冇人夠膽質疑。醫生咁講，營養師咁講，學校咁教，政府咁宣傳，連你身邊唔識醫學嘅親戚朋友都會嚟句：你咪食少啲咯。但呢個所謂常識係邊度嚟嘅？Dr. Fung喺書入面幫我哋做咗一個歷史回顧。原來早喺18世紀，法國已經有人指出，令人肥嘅唔係肉，唔係油，而係澱粉、麵包、糖水呢啲碳水化合物。到咗19世紀，一位叫 William Banting 嘅英國人就係靠戒澱粉、戒糖成功減肥，仲寫咗一本小冊子公開分享。當年嘅共識係好清楚㗎，碳水先至係元兇。到底邊度出咗事？轉捩點喺1950年代嘅美國，當時心臟病死亡率飆升，醫學界急急尋兇，然後就將黑鑊落咗喺脂肪身上。理由都好簡單，脂肪嘅卡路里最高，一克脂肪等於9卡，碳水同蛋白質先4卡。喺入嘅卡路里等於出嘅卡路里呢個假設之下，脂肪自然被判咗死刑。到咗1977年，美國國會直接出咗一份美國飲食指引，白紙黑字話俾全國聽，低脂高碳水先至係健康。跟住就我哋而家見到嘅食物金字塔，底層一大嚿粟米、麵包、白米、麵條。結果呢，食物工業馬上跟風，市面上湧現大量低脂食品。但為咗令啲嘢有味，就狂加糖、狂加精製碳水入去。全國人民乖乖跟住食，努力做運動，努力戒油，但肥胖率同糖尿病率反而以火箭速度上升，一飛沖天，一路升到今日。呢個先至叫做黑色幽默。你越聽話越努力，就變得越肥越病。你估最諷刺係邊度？當時已經有醫生，例如 Robert Atkins 公開講明，低脂高碳水根本行唔通。佢主張低碳高脂反而會減肥，但佢俾主流醫學界圍剿，標籤成邪教。而背後推動低脂主義嗰啲組織，例如美國心臟協會，就收緊食品大廠嘅錢，繼續推銷呢套明明冇效嘅建議。所以你食咗一世低脂食品都減唔到肥，唔係你嘅錯，你只係好努力咁跟住一套錯嘅指引去做。而《肥胖大解密》呢本書就係要正式將呢個大錯一次過翻案。第二部分，卡路里理論到底錯喺邊？好話知你可能會問，就算歷史係咁，但食少啲就會瘦，呢個係常識嚟㗎嘛？
Dr. Fung 就係要幫你拆穿呢個常識。佢喺書入面點名咗5個假設，每一個都係主流卡路里理論嘅基石，而每一個都係錯嘅。假設1，所有卡路里都係一樣，100卡嘅可樂同100卡嘅三文魚，你身體真係當佢哋係同一樣嘢？當然唔係。可樂會令你血糖飆、胰島素飆，然後你半個鐘後又肚餓；三文魚會令你有飽足感，維持幾個鐘唔想食嘢。同樣嘅數字喺你身體入面引發嘅荷爾蒙反應完全兩回事。假設2，入嘅卡路里同出嘅卡路里係獨立運作，呢個先至可怕。你以為你食少啲，身體就自動燒少啲脂肪出嚟？錯，你食少啲，身體就會自動減慢新陳代謝去慳返。你食多啲，代謝就加快。即係話食少啲，喐多啲呢個嘢喺生理上係一個死循環。你食少咗，身體就自動慳返；你喐多咗，身體就自動叫你食多啲。呢個唔係意志力問題，係生物本能。假設3，運動可以減肥，呢個可能係最令人唔想接受嘅一點。Dr. Fung 引用大量研究話俾我哋知，運動只佔你每日總能量消耗大約5%，絕大部分能量係用嚟支持你心跳、腦部運作、體溫呢啲基本代謝。一個坐辦公室嘅打工仔，同一個一日行30公里嘅原始部落人，佢哋每日消耗嘅總卡路里其實差唔多。更加震撼嘅係一個超過5萬名超重女性嘅大型研究，控制飲食加做運動，對減肥嘅實際效果微乎其微。有啲人反而重咗。運動有100樣好處，強心、抗抑鬱、改善睡眠、延年益壽，但單靠運動去減肥，統計學上係一場敗仗。假設4，食嘢係你自己控制㗎。你以為肚餓係你想食，其實係你嘅荷爾蒙叫你食。你食少啲，身體會分泌一種叫 ghrelin 嘅飢餓荷爾蒙，同時壓抑令你有飽足感嘅 leptin。結果就係你越節食，身體就越用盡一切方法逼你食返。攰躁、頭暈、心情差、諗嘢冇力，全部都係身體嘅武器。所以醫生話你冇意志力呢句話，其實係一種推卸責任。唔係病人冇自律，係佢哋根本喺同自己嘅荷爾蒙打仗，而且注定打輸。假設5，食剩嘅卡路里會自動變脂肪存起。Dr. Fung 指出，身體嘅脂肪儲存唔係一個入得多就會脹嘅水袋，而係由一堆荷爾蒙精密調控嘅系統。主角就係胰島素。到呢度，真正嘅兇手終於露面。第3部分，真正嘅元兇胰島素。我用一個比喻去講，你嘅身體有一個體重恆溫器，就好似冷氣機嘅溫度設定咁。呢個設定叫做基準體重。你嘅身體會拼命維持呢個基準，輕咗佢會叫你食返，重咗佢會加速代謝消脂。呢個機制本來係為咗保護你，等你唔會餓死或者過度肥胖。問題出喺邊？出喺胰島素。當你嘅胰島素長期處於高水平嘅時候，呢個體重恆溫器嘅設定會被強行調高。原本設定喺60公斤，慢慢變成70、80、90。之後不論你點樣節食、點樣運動，你嘅身體都會將你嘅體重拉返上去嗰個新設定。呢個先至係點解減完又反彈，呢個現象幾乎冇人避得到。你唔係反彈反自己嘅體重，你係反彈反你被胰島素扭曲咗嘅新基準。咁點解胰島素會長期咁高？我哋要拆解兩件事：食咩同埋幾時食。先講食咩。當你食嘢，身體會將碳水分解成葡萄糖，然後胰島素好似一個管理員咁，將葡萄糖分派到細胞入面去用，用剩嘅就存喺肝入面變成肝糖。再用剩嘅就變脂肪，所以呢，胰島素本質上係一個存脂肪嘅指揮官。胰島素越多，你就越容易存脂肪。而喺所有食物入面，最激胰島素嘅係邊啲？就係精製碳水、白麵包、白飯、粉麵、餅乾、蛋糕、意粉呢啲嘢已經被工業磨到極幼細，一入到胃就秒速吸收，血糖飆到上天，胰島素跟住爆升。而更陰險嘅係呢啲嘢冇纖維、冇蛋白質、冇脂肪，食完根本唔飽，你會一直食、一直食、一直食，然後胰島素一路噴一路噴，
但真正嘅頭號通緝犯係添加糖，特別係果糖。果糖有個特別嘅地方，你身體大部分細胞都用唔到佢，只有肝可以處理。你飲一支汽水落肚，果糖全部湧去肝，肝一次過處理唔到，就將佢直接變成脂肪，塞喺肝入面。呢個就係脂肪肝嘅由來。脂肪肝一形成，肝就會產生胰島素阻抗，即係身體要用更多胰島素先做到之前一半嘅工。胰島素越高，阻抗越勁。阻抗越勁，胰島素又要再高，一個死亡循環就正式啟動。Dr. Fung 同時提醒，肉類同奶製品都會刺激胰島素分泌，只係程度冇糖同精製碳水咁離譜。工廠養殖嘅肉反式脂肪，精煉植物油，例如芥花油、粟米油、大豆油，呢啲嘢都係要盡量避開㗎。跟住講幾時食。呢個部分可能係全本書最反常識嘅位。你以為食少啲多餐，或者一日食5餐，每餐少少係健康做法。Dr. Fung 話俾你聽，呢個做法正正就係喺持續感激你嘅胰島素。你諗下，每一次你食嘢，胰島素就會分泌一次。如果你朝早8點食早餐，10點食少少嘢加下餐，12點食晏，3點下午茶，6點晚餐，9點宵夜，你嘅胰島素由朝到晚都冇機會跌返落嚟。長期咁樣，你細胞會慢慢對胰島素麻木，變成胰島素阻抗。所以少食多餐，呢個聽落好健康嘅建議，其實係一個搞肥你嘅陷阱。而最搞笑嘅係，我哋一直俾人灌輸早餐係一日入面最重要嘅一餐，但呢句嘢係邊個講嘅？係食品公司。你行入超級市場睇下早餐區嗰啲嘢，絕大部分係咩？麥皮、粟米片、多士、麵包、果醬，全部都係精製碳水加糖。所謂嘅健康早餐，其實就係一日入面第一劑最猛嘅胰島素。第4部分，點解你嘅節食一世都會失敗？去到呢度，我哋可以將所有嘢串埋一齊，理解一個好殘忍嘅事實：任何一個唔處理胰島素嘅減肥方法，注定會失敗。低卡飲食，食少咗，但胰島素冇跌，代謝反而減慢，最後越減越難減。高強度運動，運動完你更加餓，最後補返仲多。少食多餐，你嘅胰島素一日都冇休息。戒油，你只係將卡路里由脂肪換咗做碳水，胰島素反而飆得更加勁。真正嘅出路只有一條，降低你嘅胰島素。要降低胰島素，你就要同時搞食咩同幾時食。Dr. Fung 嘅方案用一句講：食真正嘅食物加定期空腹。我哋逐個拆。第一，食咩？戒糖水，戒果汁，戒汽水，連所謂嘅100%純果汁都要戒，因為冇咗纖維嘅果糖，直接就係毒藥飲料。想飲有味嘅嘢，飲清水、無糖茶、黑咖啡。想食甜嘢，一個月1-2次去麵包鋪買塊真正嘅蛋糕，或者食一格70%以上嘅黑朱古力，好過每日食糖果餅乾。戒精製碳水，特別係白麵粉做嘅嘢，用真正嘅蔬菜、豆類、藜麥、奇亞籽去代替。呢啲嘢有纖維、有蛋白質、有微量元素，食完會飽，血糖唔會爆炸。蛋白質適量就得，唔使追求咁高蛋白，佔你飲食嘅20%到30%就夠。選有質素嘅來源，草飼牛、野生海產、植物性蛋白。至於脂肪，唔好再驚，牛油果、橄欖油、椰子油、天然動物油，呢啲全部係好嘢，可以幫你飽，幫你穩定血糖。多食可以壓低胰島素嘅嘢，高纖食物、發酵食物，例如泡菜、韓國辣白菜、麵豉，仲有醋，放少少醋喺食物度，會顯著壓低你餐後嘅血糖飆升。第二，幾時食？呢度就係全書最核心嘅武器，間歇性斷食。Dr. Fung 主張減肥最有效嘅方法唔係食少幾百卡，而係定期俾你嘅身體一段長時間完全冇食嘢入去，令胰島素跌返正常。當胰島素跌落嚟，脂肪先至有機會被燒返。書入面推薦嘅唔係一啲極端嘅嘢，而係循序漸進。你可以由16:8開始，即係一日入面有8個鐘食嘢，其餘16個鐘唔食。
可能就係中午先開始食第一餐，夜晚8點前食完最後一餐。呢個做法對大部分人嚟講唔難執行，跟住可以慢慢延長到24小時、36小時嘅斷食，一星期做1至2次。好多人一聽到斷食就驚，以為會冇力、會頭暈、會流失肌肉。Dr. Fung 話呢啲全部係誤解。研究顯示，斷食期間身體會分泌大量生長激素，反而幫你保住肌肉，代謝唔會減慢，反而喺酮症啟動之後仲會加速，血糖會變得更穩定，仲有清除發炎、修復細胞嘅效果。斷食唔係新嘢，人類幾千年嚟嘅宗教傳統，回教嘅齋戒月、基督教嘅4旬期、佛教嘅過午不食，全部都係斷食。我哋嘅祖先喺狩獵採集嘅年代，本身就係食完再餓，餓完再食嘅循環。真正反自然嘅係我哋而家由朝食到晚，由晚食到瞓嘅呢一種現代飲食模式。除咗食嘢，Dr. Fung 仲提醒咗一樣好多人忽略嘅嘢：壓力同睡眠。長期壓力大會令身體不停分泌皮質醇，而皮質醇會令血糖上升、胰島素上升。睡眠不足亦一樣，只要一晚瞓少幾個鐘，第二日嘅胰島素敏感度就會即刻下跌。所以想減肥，反倒最基本嘅一件事，瞓夠、放鬆、減辣，同你食嘢一樣重要。我哋今日拆解嘅呢本《肥胖大解密》，其實冇教你任何一種新嘅節食法、新嘅運動計劃、新嘅減肥藥物。佢做嘅一件事，只係將一個困擾咗全球幾十年嘅錯誤模型，用科學重新畫一次。肥胖唔係你嘅錯，唔係你貪食，唔係你懶。肥胖係一個荷爾蒙嘅病，胰島素係佢嘅指揮官，而你每日食嘅嘢幾時食，就係你俾指揮官嘅指令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試住做一件事就好。今晚望一望屋企個雪櫃，望一望你手上嗰杯嘢，問自己呢啲嘢係喺激緊我嘅胰島素，定係喺幫緊我落返嚟？唔使一次過改晒，唔使聽日就開始斷食36個鐘，唔使將全屋嘅嘢通通掉晒。你只需要做多一個知道之後嘅選擇，由戒一支汽水開始，由取消夜宵開始。你嘅身體有極強大嘅自我修復能力，佢只係等緊你俾佢正確嘅信號，你俾佢啱嘅嘢食，俾佢啱嘅時間去休息，佢會用一個你自己都會嚇一跳嘅速度同你講反多謝。多謝各位睇到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一集有用，記得幫我按個 like、訂閱反個頻道，同埋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一直減緊肥又一直減唔到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